我又嚟到介紹卡嘅 part 2啦，咁唔好意思我哋啱介紹到啲膠卡啦，咁我哋而家介紹 Love Light 嘅快 course 啦。點解可以講咁快呢？就係因為咧有手機人唔好儲存能量啦，所以要講得快。如果講唔快呢，就死火係。咁就開始啦。首先係Nozomi嘅 out 啦，之後 Kotori 啦、二連生啦、Shocking Party 啦、Maki 啊、殘念嘅白卡字啦。之後第二個啦就係 Kotori 嘅 out 啦，之後Nozomi 呢個係唔好意思，我成日講錯啊，Nozomi 呢個 out 嚟嘅，唔好意思啊，講錯。同埋加埋噼里啪啦都會介紹嘅。然之後第一連生啦，呢個勁靚啦 ，Nico 啦、Ellie 啊、Maki 啊、白卡字啊、殘念。之後就Baby Monster 嘅呢個陶樂斯嘅呢件啦，就係1粒星770分 out 卡嘅。然之後就係呢個 Coco Flower 冇星咧520分 out 卡嘅。之後就係私音嘅嗰個，佢一開始嚟到噼里啪啦着嗰套嘅衫啦，就係 Baby Monster 啦，冇星啦670分 SR 嘅。然之後就係 Mi 嚟嘅。Candy 唔知咩啦，就係冇星啦400分啦 out 卡啦，之後就係私音嘅私人啦啫，冇星啦470分啦 out 卡，之後 Sufi 嘅就係 out 卡，我唔知點讀啊啦嚟就冇星250分 N 卡，然之後就介紹 Love Light 嘅餅卡啊。咁我首先介紹咗啲卡先嘅，貼紙就等一陣介紹。首先就最新嘅3連生嘅燙金啦，然之後就係2連生嘅，然之後就係康樂卡燙金啦，夏奈優燙金 ，Ellie。下色 One to Jump，Ellie 嘅呢個啦 ，Nico 嘅，Nico 嘅 Love 接近中啦，啱嗰個係 Love 接近中，所以呢個係行下咗啦，橫卡 Story 卡，咁呢張就 sell 啦，5蚊一張啦，勁平啊！呢張我唔要嘅，因為重複咗都唔知幾多張，擺喺最後啦。然之後啲貼紙就有2張 Sunny Day Song 嘅，咁呢一張未開啦，未開呢一張就係 sell 嘅 ，sell 10蚊啦，唔係都係5蚊啦呢張，然之後開咗嘅就自 keep 嘅，係啦，都有個康樂卡嘅牌仔嘅。News 啦，即係唔使嚟嘅。然之後啲 Love Light 卡啦。Nozomi、Hanayo、Lin 嘅 out 卡 ，Lin 嘅橫卡，殘念。然之後就係 Ellie 啦 ，Ellie 草泥馬。Kotori、Nico、Ellie、Umi out 卡、Nico 橫卡殘念，就 Lin 啦，康樂卡、Hanayo、Nozomi、Hanayo、康樂卡、Kotori out 卡、Nico 橫卡殘念。講人名啊，大家自己睇啊。有咩想要嘅喺下邊講，然之後想要嘅我睇下得唔得啦。不過一定要指定係要用星夢學園嘅卡去交換。如果 out 就換翻 out，N 就換翻 N 嘅 ，SR 換翻 SR 啦。然之後 CP 就換翻 CP 嘅。不過都係咩啦？完啦，終於都。如果大家係想要餅卡嘅話咧，唔得啦。Hanayo嗰張
咧可以換嘅，同埋將 Sunny Day Song 嘅